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联合国秘书长互人问到台湾参加联合国的议题，回应讲无应该排除任何人，外界认为这是表明在支持台湾。经济部要召开电钱审议会，有可能会继续维持电钱唔起价，不过百货、大型餐饮、健身房、甲电影院可能电池爱调悬。意大利的空军在进行表演的演练，数一只军机摔落去，害地面一只兵车造成一个囡仔死亡，3个人受伤。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联合国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阿米娜，互人问到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议题，真难得是回应讲无应该排除任何人，外界认为这就是在支持台湾。不过，稍后副发言人同款互人问到这个问题，说是继续咧强调一中政策。And I think member states have to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in that position where we're excluding people. Every person matters, whether it's Taiwan or otherwis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mber state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at.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15号记者问到台湾参加联合国议题时阵，罕见的正面回应支持台湾，表示无应该排除任何人，也要找出解决方案。不过，到伫2点前后，联合国副发言人互人问到同款的议题时阵，又搁到进行一中政策回应。记者一直问，却无法回答。By the One China policy, as but if it's a One China policy, why can't decided by the yes, General I understand. Ev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lieve that those Taiwanese people are part of a One China. Why can't they come into this building? We accept passports. Your Chinese colleague has answered for. 联合国大会后礼拜要举行，外交部长吴钊燮写文章予外国媒体，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不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是声明，予台湾参加世界议题。另外，趁柬埔寨总理洪马内访问中国，发表联合公布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来压价台湾主权。外交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威权政府持续在国际间恶意散播贬损我国主权的言论，以及柬埔寨政府自甘沦为中国共产党威权政府的传声筒，表达强烈抗议，并予以最严厉谴责。外交部谴责柬埔寨言论，正式声明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共国，这是事实，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现况。中国应该认清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日公布，阁有28座中共的军机来侵扰台湾，其中有20座阁飞过中线，甚至飞到咱的东南方。就有专家分析讲，这是中共咧回应美国、加拿大甲南韩伫咧黄海的联合军演。军事媒记录到，疑似咱国海军的驱离广播团，只是因为强军天赋645的三峡艦。近日行政府军海峡24里连接区，咱军也出动成功级顺风艦监控。而天桥3反艦飞弹车也被翕到已经进驻行村。不过国防部无证实，敢若宣布17早起总共查到28架次强机侵扰，包含歼10、歼16、空6、空警500、运9、运油200，也有彩虹无人机等。其中2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西南及东南空域，执行远海长航等演训任务。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同步监控共军防空、远火等部队动态。军事专家分析，强军海空兵力即摆经过第一岛链进行远海训练，是因为伫黄海海峡联合军演的美国、加拿大、韩国3国，而且特别结合防空晚会部队，想要传达具备阻挡台海周边航道的战力。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导入地面部队，包括
轮型炮兵火箭车，还有就是防空飞弹部队，也就是针对美国、韩国跟加拿大在黄海进行了这个军演，来展现他们的这个战略防空能力。另外，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消息，中共3礼拜外国媒体大部分推测是因为涉嫌贪污被解职，正在接受调查。军方媒体解放军部则是发表文章中，真罕的批判部分的官员有空占职位不爱做代志的现象，强调要推动干部会用性演讲的常态化，解决无作为的问题，引发外界真侪联想。记者综合报道。宣布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和赖培霞，今仔早起去登记做2024总统大选的备练书人。针对赖培霞有相国籍的争议，郭台铭讲伊早就知影，因嘛会伫期限内底放弃美国的国籍。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伊搭配副手赖培霞，赶伫正副总统被连署人登记最后一天，到中选会完成申请。也是赖培霞被标出国籍，也有效力者争议了后，头一摆来出现。郭台铭是心中来解释，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有把握在法令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续。心情是这样，高潮迭起。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场合不要失焦。你们所问的问题，我们都会有答案。因为细节太多，所以不方便在这里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两个人随后到郭台铭自细汉八大过棒球指挥宫参拜，有加18连署开始，在月初日进前收集将近29万份的连署书。不过郭办强调，若是知影顺利来整合，就袂送件。赖培霞是讲声先退。而民进党赖清德17议员是一直走行程参拜公庙，也提出防灾证件。我会全面彻底检讨咱每一个县市目前防灾标准设一个平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安尼来检讨。对了万里的旧厝含有违建的问题，赖清德办公室讲，这所在存在早伫法规进程，甲其他个案状况无同，会全力配合有效处理。另外，民众党关问题的是拜访大当官，是不是9月底第拜访问美国也引起关注？有再度访美的计划吗？问得好。民众党澄清，30席党秘书长周大德货币参加国防工作会议，另外国问题是搁再出访议员对内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访问美国，唔有见到纽约市长，嘛有去参加台湾同乡会晚宴。地书强调会保护国家，佮讲做领导人爱避免战争。在场有真侪美国的参众议员，甚至连鉴定专家李昌钰嘛有去甲小听。侯友宜参加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晚宴，现场58桌人人画口号，气氛真好。侯友宜表示，来美国就是要传达保护中华民国的决心。全世界的领导人有一个责任，就是避战，不能引发战争，对不对？就是避战。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远离战场。这场叫演包括美国众议员佩恩和参议员强森都来出席，另外鉴定专家李昌钰马来收听。看到我就叫老师，我会表达假如需要我的话，我们怎么能协助？Remain stro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I, in my job in Homeland Security, I will commit to you that we will remain partners with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侯友宜每当时间16号接受彭博社的专访，嘛和纽约时报的总编来见面。15号暗时更加和纽约市长亚当斯来会面，就是交保于金山出席的。伊个讲原本要安排侯友宜参观纽约市政府，不过因为要赶去华府，只好安排2个人先见面。这个市政府的这个重要的人士的这个研究之下呢，决定那个礼拜5、礼拜6晚上找了一个空档，可以让2位市长呢，2位警察市长，2位我的市长能够有机会见面。亚当斯市长绝对没有不想见这个侯市长。侯友宜嘛和青年座谈，佮亲身煮牛肉面，要对青年的角度来了解两岸以及美国对台湾的观察。侯友宜表示，伊即个2个主要任务，就是希望美方多关心台海稳定的议题，嘛希望美
方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会当加协助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19个要召开电钱审议会，有可能会维持电钱唔起价，唔过百货、大型餐饮、健身房甲电影院生意有较恢复啊，而且用电嘛较上重，有个电钱就会调悬。疫情解封了后，食外口的人店明显增加，就算伫咧食饭离峰的时间，嘛拢有人客来用餐。考虑国内部分类似的产业豆豆回温，经济部按算针对百货、电影院、健身房甲餐饮恢复正常电钱的计销，估计有880间业者会受到影响。今年的电钱拢总会增加16亿。目前的话是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所以整个在定价成本的支出部分会有业者这边我们这边自己来做一个吸收。政府的一些调整，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么快的反映在消费者身上，但是我们只能在平常我们在用电上面就是做好一些习惯性的一些操作。做这业者表示，就算电钱起，嘛暂时未针对产品的价销做调整。经济部指出，为了压制通货膨胀，也有燃料成本降低，10月份电价审议目前是向卖起价方向来规划。为了避免电钱起造成物价压悬，劣食品的有1217户，也有反压集中市场的60户，可能会依期未起。另外，因为国内制造业景气也未恢复，在这一届审议会电价可能被调整，也都是依期调整的幅度减一半措施。内部的程序一定都有它相关的程序，但是那方案的内容是什么，就等因为这个真正的开会之后才对外去做公布啦。10月份电价调整的对象当中，规划包括农渔业、幼儿园以上的学校，也有社福团体拢未起，预估会有12万户未受到影响。因为农渔业会是上大的受惠者。不过台电一年营收要是减113亿，今年亏损恐惊有要2000亿。记者综合报道。进口鸡卵因为保存的问题，即卖5000多万粒拢总爱销毁，大概需要开2亿5千万。不过，地方这个实际损失可能要到4亿。农业部处长陈俊贵就表示，这是确保鸡卵库存必要成本，袂当讲是无采钱。另外，行政院嘛已经指示农业部甲卫福部爱追查所有的鸡卵。进口鸡卵争议不断，农业部16召开记者会公布流向，其中5800扣2万粒的鸡卵爱来销毁，会进行封存对杯使用。消费有算大约需要2亿5千万块。不过农业分专林北富友就指出，加上贷款加对杯处理费要程度费用，总损失应该是接近4亿。和国民党质疑这笔乱销爱全民来付。详细的这些金额绝对不是说就结算了，现在去谈这个到底我们是。要浪费多少钱啊？这个我觉得不能用浪费这两个字，一个也要维持那个鸡蛋的安全库存，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必要的成本。农业部处长陈俊贵讲，由当天禽流感恐惊有再发生，经由进口鸡卵建立安全的库存真重要。即阵各地卫生局配合加强稽查，新北市16到中央特产会冷藏的仓库，伫等待消费区查到超过期限的巴西鸡卵大约191万粒，无超过期限的泰国巴西鸡卵大约29万粒，总共220万粒藏伫仓库。卫生局长陈伦秋要求农业部妥善来消费。监督追查预期蛋的处理情形，买到的东西都是最有保障的哈，绝对不会买到臭蛋。烦恼进口鸡卵流入市面，包含中华县长王惠美、台东县长饶庆玲等首长拢伫面册要求农业部重视食安的问题。农业部也甲卫福部合作进行生产业者全面联合辅导，有计10杯召开联合辅导行政会议，重点包含正确标示产地，也有效率基准。行政院17日指示农业部甲卫福部赶紧来启动联合稽查，并且提供各地方政府相关的资料，彻查所有鸡卵的流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意大利的空军咧进行表演的演练，结果其中有一只军机敢若去弄到鸟仔，失控摔落去。虽然飞行员有紧急逃生，不过煞害地面一只车并且造成一个囡仔死亡，甲3个人受伤。巴西嘛有飞行机伫咧风雨当中要降落，煞发生意外，14个人拢总死亡。参加表演的军机远个飞过来，一当看到一只军机 MB339中途变甲真怪。伫其他军机飞向天顶时阵，这只军机煞一直往地面摔，最后摔去进前，飞行员紧急大跳逃生。
意大利军方为了庆祝空军成立100周年，原本要27由3色箭特机飞行队做表演，16地队人交外训练的时阵，搭飞起无偌久，就发生意外。当地媒体报道，军机出发的时阵，技术弄到一顶鸟啊，才发生事故。军机射击的时阵，嘛造成地面一台车宾车来一家伙仔，背部受烫伤，9岁后生重伤，5岁查囝当场死亡。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伫社群平台 X 发文向罹难者甲家属致哀，衷心祈祷。当局阁公布，除了向家属致哀，嘛接手处理事故。而意大利空军原本17个活动是紧急取消。镜头贴去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一架中型飞行机要准备降落伫距离首府400公里远的巴塞罗斯机场的时阵，煞射击坠落，造成2名驾驶甲乘客拢总14个人全数罹难。巴塞罗斯是当地有名的观光小镇，飞行机的乘客拢是为巴西各地来游客。官员表示，飞行机伫暴风雨的天气要降落，可能是路线错误造成事故发生。巴西空军表示，暂时巴西航空事故调查甲有防中心已经开始调查真正的射击原因。公视新闻台是唐平玉。镜头转来看高雄，前几日啦发生一对翁仔某互厝边杀害案件，即卖受害者的2个囡仔是交予阿公阿嬷来照顾。不过，因嘛质疑社会局伫第一时间无积极来协助，而且嘛不满警方做笔录，一再要求囡仔回乡去当时，所落来会互这2个囡仔接受辅导，嘛希望会当互因量早行出创伤。15发生代志到即马，2个细汉囡仔的阿公写千字文声明，讲即几工拢袂困去，毋过为着2个孙仔，伊甲亲家2家伙仔拢会勇敢坚强。伊甲牵手会甲孙仔当作慢仔囝来饲，无祈求大家斗3工，敢若希望家长向鼓励囡仔，也反驳外界认为因认同制作噪音。代志发生了后，无接受访问是为着保护孙仔，毋望外界莫阁用无友善的言论伤害囡仔。阿嬷嘛头一遍接受电话访问，讲社会局第一时间的处理，并无真正有帮助。在社工的辅导的部分，我觉得在初期真的是严重不足，人员有来，可是真的是流于形式，只是来说了解这件事，只是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家属非常的悲伤，也忙于处理后事，尊重家属的意愿，留下了简讯的资料。隔天我们再用简讯的方式来联系家属。家属表示，社会局经过反映了后有积极协助，不过坦白讲，囡仔有创伤后压力，因为负起请养的责任，但是爱心捐款会全部交予社会局协助处理。我们希望社会大众支持我们，协助我们，最不济你也不要再伤害我们。对于案情的侦办，家属认为警方做笔录毋难问一解，常常爱予囡仔颠覆上当时的过程，互人真毋甘。因为周全指认程序在事中之家属需请孩童比询，以强化证据能力。警方表示，这是为了强化证据能力，保护检察官了后，已经同意用其他方式代替。关怀犯罪被害人的环保协会也建议，对2个细汉囡仔的追踪关怀，可能要做到伊青少年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台地基泰建南边的人家厝规个密落去，今仔日台北市府搁再开放予受灾户转去摕物件。副市长李树川表示，接落来要求基泰建设请人来甲大型的家具搬出来。这个规栋建筑物拆掉，针对家具损坏的部分，法务局嘛提出1户50万的赔偿。塞车内底拢是物件，手尾也赶皮箱，赶紧将贵重的物件搬上小货车。台北市徛街发生崩落去事故，台北市府17搁再开放受灾民众转去厝的摕物件，并且甲每一天20分钟的时间，延长到7点钟，要8个替代役男到3工来搬物件。就拿了一些。有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主要都是有纪念生活的记忆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拿，因为像那个冷气啊那些主机的话，我们都没办法拿。对，还有床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到现场视察，伊讲住户物件搬甲真顺利，希望这是最后一步。部分住户的大型家具会请其他建设委托搬出公司搬出来集中坑斗阵，才来进行规栋建筑物的拆除。另外，对着家具损坏部分，由消保官来进行财务损失的估算。请消保官就一些大型的这个基本的类似冰箱啦这一些的状况的概估。那当然我们有提出来有50万的财损的赔偿。
李树山指出，相互客家生活状况会有技术工会来鉴定，期待后期修复。另外，有住户伫信箱内底发现公办途径意愿调查表，李树山是严重澄清，讲这毋是欺负法的。这种欺负意愿伫计算途径的建蔽率，也个用积率等。那所有住户信任特别欺负公办途径，欺负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警方今仔日去民间乡一笪地园追查，敢若有移工做贼来案件。结果3个移工看到警察就紧选，其中2个佫跳落去大约20层楼的山坎，摔个重伤。落尾有将这2个人吊挂起来送医，警方嘛继续来追查，敢是盗跑移工。警察行入去地园，3个移工看到了后，赶紧是架走，其中2个人为着闪避这闸器，竟然对山谷跳落去。哎呦，要死我跳的2个跳落去移工倒伫石堆顶面，虽然也在人，不过已经拢未啥震动。南投警方17早起到位伫民间乡这个地园，当时有3个移工正伫地园工作，无想确实发生意外。有这2个人跳落去的所在，大概有60公尺遐深，下骹属有中华关电中镇。空军直升机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度用空中来吊挂，随即有警消，白丝落去，甲2个人慢慢救起来。不要快，慢慢拉。好，慢慢。警方立即通报消防单位到场来救援，分别在14点及15点左右将2名伤者救起送医。那目前该3名移工为何逃逸，是否涉及不法，警方将深入调查厘清案情。警方讲，这条民众报案，学区内底有移工，敢若走入去鸡翅园偷摕，早起过程也好好停尸。这2名受伤的移工被送医急救，另外1名逃走的移工，警方也在找人，因的身份也来调查是不是逃走的移工。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伫要到啊，中华邮政甲农民合作有推出文旦的礼盒，不过所有民众买到发现到邮盒皮拢有刻着上乌乌摆摆，送人是真失礼。中华邮政就强调，这邮盒内底的口感甲滋味是袂受到影响，不过嘛会当退货，而且嘛会加强品质管理。来到会场，台南市长黄伟提到推销摩达文旦，中华邮政嘛甲台南在地邮盒农合作，送礼盒来卖。不过消费者买10公斤的邮盒了后，发现内底邮盒有乌大，看起来歹看，互消费者感觉歹势送人。不小心去碰撞到，工人因为装得很快，10几个工人在装，他当然他的速度会要快。品质就没办法完全掌控。个人讲，油啊装伤前拢会选购，不过最近出货量大，有当时啊收货无看到，才有这种情形。不过强调锅巴正甜，口感无影响。伊的风大咧摩擦起来去的时候，伊这毛囊破去了吼，就变成褐色。那褐色的时候，其实咱一开始农民引导看的时候，打慢的时候袂遮严重，因为伊时佫青青嘛。啊，当你消水洗水了，慢慢吼，伊就变好食的时候，伊连爆起的时候，你会讲伊褐色足严重。我会感觉迄是无好的油仔咧。农会是讲油仔有乌大，不过锅巴绝对无问题。也有少民众坦白讲，都是会挑工买这种油仔，甜都较好食。不过家己食无问题，若是要送礼，也是会更较好看。中华邮政表示会当替换货，也会加注意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往来一档的产量有到38万吨，产值有到88亿遐济。农业部农企所嘛继续咧拍拼开发设备甲加工技术，希望会当拓展往来销路，扩大商机。农企所人员向往来合作社销改新的加工设备，另外，阁有领动大细往来杆，改良发甲技术引往来酱，也阁有减少细菌，阁袂影响口感的领动往来。导入一个比较新颖的冷冻那个技术的一个流程，那我们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它的来再加上它的一个强化它凤梨原果的一个风味，所以它整个来讲就是风味适口性佳，然后微生物安全是符合规范的。家己大鸟果菜生产合作社讲，家己地区的往来产期主要是2月到8月这段时间，透过往来加工的技术，会当互往来变出新的产品。农企所嘛甲地改场合作，希望这加工往来增加国内手机杯的市场。除了咱的鲜果之外，咱的加工通路，咱让全年供应。我感觉这对咱的整个凤梨的产业到咱的迄个生产端、甲咱的加工端、甲咱的末销行销端，拢一定有帮助，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在红茶、绿茶跟这些果泥，把它用一个特殊的比例把它混合在一起，喝起来就很好。因此，它还可以进入
那个饮料市场，所以凤梨除了鲜食、传统加工，还可以进入饮料市场。台湾一年往来产量有38万吨，目前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农企所研究新的设备甲加工技术，透过甲业者的技术转移，要做伙替台湾往来甲加工市场增加新的竞争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中部地区24度至32度，南部地区24度至33度，东部地区24度至32度，有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